这是咱要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旧约诗篇23篇第1节到第6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跌倒缺乏。伊予我倒伫青草的地上，领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清醒，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予我的腹背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之爱对着我。我要住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上帝的话会当成做咱每一个人人生每一个阶段的安慰、鼓励甲帮助。这时，咱要请咱本堂主任牧师来统管信息。题目是木星系列14讲，伤心的第2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拄则所读的诗篇23篇，大概是咱上解释的一首诗。我想真侪人拢会当暗念这首诗，也有真侪人因为这首诗来得到安慰、鼓励甲帮助。因为大笔咧写这首诗的时阵，伊回想伊的人生的过程，伊有经历真侪迫害、真侪痛苦、伤心的时刻，所以伊去经历这个过程中间，伊知伊人生帮助的来源是上帝。所以这首诗是伊的信仰告别。伫这首诗中间，咱会当得到极大的安慰、甲鼓励的能力。咱今日就要透过这首诗来思考，怎样面对人生中间的悲伤。咱顶回有讲过第1讲，是咧讲悲伤所产生的原因。咱今日要来讲，咱家己面对悲伤的时阵，要安怎去超越？安怎看见着伤心困难带予咱的意义？咱后一讲，咱要讲。当咱的身躯边的亲戚朋友，也是咱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拄着伤心的事，咱应该安怎做？所以，咱今日要来看这个有关悲伤的几个事实。伫这个分享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即时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神安静，互阮的灵魂静养，也互阮有智慧。去思考你的话，我也恳求主你加添阮信心，互阮真正领受你的话了，会当将你的话语运用伫阮的生活中间，互阮本身得到利益，也互你名得到荣光。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了解安怎去面对悲伤，还是讲伤心进程，咱先爱了解几个关系。伤心的代志，就是几个关系伤心的事实。第一项，咱来理解就是讲，悲伤是咱生命中间的一部分，而且是咱无法度避免的一部分。因为主耶稣基督对这点也讲了非常非常清楚。伊讲，伫世间，伫世上，恁有苦难，就表示讲，咱每一个人。只要是人，咱拢有可能拄着恶担当，拄着艰苦，互咱悲伤的代志。咱绝对袂当否认即款的事实。咱毋通幻想讲咱的人生一定完全一帆风顺。迄是童话故事内底较有讲的。童话故事讲公主甲王子从此过了幸福的日子。其实咱理解，一定人生中间会拄着悲伤嘛。公主甲王子，伊嘛会年老，伊嘛会破病，伊可能嘛会冤家，因的囡仔嘛会带互因真侪烦恼。所以，咱来理解，苦难、悲伤，毋是敢会发生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时阵会发生伫咱中间的问题。
悲伤的确会发生。伫咱的生命中间，的确爱去经历困难、失望、失志，甚至有苦难、哀伤、病痛的时阵，这些代志拢会发生。如果伊发生伫你的身躯顶，你会感觉讲啊，这一定是正常，因为我是一个平凡的软弱的人，所以我一定会拄到这些代志。所以你毋通感觉奇怪，毋通掠做讲全世界只有你会拄到即款的代志。我伫教会的时阵，我的老爸过身。迄个时阵，我感觉讲我是全世界上介可怜的人。我讲我到底是做毋着啥物代志？我的同学，全班的同学40外个人，每一个人拢有老爸，只有我无。所以我感觉讲我可能是全世界上介可怜的一个人。但是我的老爸过身了，大概一年外，有一个人有死，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有死。我发现讲啊，原来蒋总统的老爸蒋总统有来死啊！一直到后来，我阁发现讲，世间有一个所在叫做孤儿院，内底的小朋友话无老爸，阁无老母，所以我毋是唯一拄到即款代志的人。搁较大汉了，我较发现讲，有一寡人有老爸，比我无老爸搁较可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无一个人会当去避免悲伤，无一个人会当对痛苦绝缘。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烦恼，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爱拄着、爱面对的困难。无一个人会当一帆风顺度过一生。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爱面对的问题。无论你是啥物款的身份地位，是尊贵也是卑微。你的人格是好也是歹，咱拢会拄到这些代志。毋是讲好人就袂拄到这些代志，歹人才会拄到，毋是。咱最近咧读的这约伯记，就来讲啊真清楚啊。咱一般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实际上约伯讲伊看到毋是安尼嘛。有时阵看到歹人昌盛，但是义人受苦。伊感觉这世间所看到的，真正毋是咱所想象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所以咱咧理解悲伤是袂惊人的，伊完全无在乎讲你是啥物款的人。只要咱是软弱，只要是咱是平凡的人，咱拢无法度避免悲伤。而且悲伤是咱生命中间的一部分，咱无法度完全避免。另外，咱嘛无法度计划。咱无法度去安排悲伤的时间，咱无法度去计划，讲我当时要悲伤啊。譬如讲，我即马较无用，所以拜托毋通互我悲伤，吼。啊，听下我无用煞，啊，较互来悲伤，无人会当安尼，吼。悲伤永远是无法度有切的，上界凄惨的，就是讲，伊往往是伫咱上界无用、上界艰苦的时阵，突然间来，你完全无时间通好准备。有时阵，咱会发觉讲悲伤突然间来临，伊完全无法度预测。有可能咱感觉今仔可能是真美好一天，可能突然间接到一通电话，接到一个简讯，接到一个拄到一个突然间发生的意外，还是讲去例行健康检查，咱就接到一个悲伤的消息。所以有人老讲牧师，我无爱做健康检查，因为无检查拢无代志，一检查都有问题，当然这毋是正确的观念嘛，因为咱人拢无要面对事实嘛。但是事实上，咱生活中间确实会拄着一寡咱无法度掌握、无法度预测的人。伫2004年2月14日，迄天我受邀请去到中华中会做一个培灵布道会。我迄天真欢喜，我感觉有机会去甲别人分享上帝话，会当分享信息，所以我就开车去到中华的所在。迄暗，我去到中华所在找一个所在食饭。6点半的时阵，我甲阮妈妈通电话，我听见伊的声音是非常有气力，感觉讲精神真好。我看伊，感觉伊嘛真快乐，到迄暝结束了，我开车要回来台南的时阵，路连我的小妹对美国，搁一个小妹对台北，拢拍电话互我讲，妈妈伫厝里拢无接电话，毋知发生啥物代志。
我回去到厝里，我就发现我妈妈倒伫会间内底，就离开阮，完全无法度有心理准备，无法度有车，这悲伤就突然间降临伫阮的中间。所以悲伤就是咱生命的一部分，你无法度避免，你阁无法度计划。当然这是歹消息，但是牧师要咱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悲伤只是咱生命的一部分，伊毋是全部。悲伤毋是咱生命的全部，咱生命中间确实会发生悲伤的代志，咱无法度避免，但是伊只是生命的一部分，伊毋是全部啊！请大家一定爱将这个观念记清楚。有一个人拄着一寡困难，拄着一寡伤心的代志，就哀爸叫母，大声讲啊，惨啊，死啊，完啊！好亲像咱人生完全无愿望，咱生命毋是安尼啊！你会行过死荫的山谷，但是有时阵你嘛会经过青翠的草坡，到安静的水边，这是咱的人生。所以咱要理解，悲伤会当攻击你，但是毋通互悲伤完全控制你。伊毋是咱生命的全部，伊只是一部分。而且咱来理解，悲伤嘛袂永远，伊毋是永久。每一个悲伤，拢有一个开始，嘛有一个结束。咱对遮所读的经文，逐人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意思讲。死荫的山谷是经过，只要你莫停留伫遐，你继续行，你一定通行出去。悲伤那亲像一个崩坑啊！咱检查迄个上界，咱台湾上界长的雪山隧道，伊嘛有一个起点，嘛有一个终点。只要你入去你入去黑暗的中间，你毋通停伫遐，你继续往前行，一定会看到日头嘛，看到光明嘛。天暗嘛有天光的时阵，所以咱来理解，悲伤毋是永久，伊只是暂时的。所以咱看见着彼得前书第1章第6节，对咱讲，所以你若有喜乐，因为虽然现在因为种种的试炼，检测咱必须要暂时受苦。彼得前书的作者甲咱讲，伊承认讲，生命中间。一定会拄着一寡艰苦的代志，迄对咱来讲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试炼。因为咱的生命原本就毋是遐尼简单的嘛。但是，即款试炼是暂时的，伫咱头前有美妙的喜乐咧听候你。所以，虽然悲伤是咱生命的一部分，但是伊只是生命中间的一小部分。咱来好好来。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咱生命的意义，因为悲伤是生命这部分，这部分如果咱会当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咱可会当互这段时间变做咱生命中间上界美好、上界深刻的一部分。因为伫悲伤中间，咱会当领受安慰，得到保护。咱来明白，伫悲伤中间，其实咱嘛会当找到稳定甲祝福。特别咱看见着拄则所读的诗篇23篇，伊中间有真水的应允。伊对咱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意思讲，当咱行伫世间中、人生中间上界艰苦的时刻，上帝甲咱同行。上帝伫咱身躯边陪伴咱，上帝是伫苦难中间、悲伤中间，甲咱同行的上帝。圣经嘛对咱讲：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伊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只是有时阵，咱一直流目屎，无去意识到咱的身躯边有主耶稣基督咧陪伴咱。所以当咱伫悲伤，也是讲经过死荫的山谷的时阵，咱嘛爱用信心的目睭来看。其实这个时刻，主耶稣基督都伫咱的身躯边，甲咱同行，伊要带互咱真大的安慰甲保护。所以大必继续讲你的腿、你的拐，
拢安慰我，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这个腿吼，甲这个管，拢是牧者咧保护带领羊群上界基本的两个工具。这个腿是这个一个较短的这个一支锤啊，吼，大概2尺长，吼，差不多60公分。通常是牧者吼用来攻击这个要攻击羊的这野兽。当伊看到野兽对迄头前来要食伊的羊仔的时阵，伊就吼，那训练有素的牧者吼，伊拢有一种技术，伊会当用这个腿吼来弹起吼，会当行将这个野兽来赶走，吼啊，所以吼牧者伊会用这个腿来保护伊的羊群。啊，这个拐吼是一支较长的锤啊，吼啊，伊是用来赶羊的工具，吼，伊会当拍伫涂骹发出声音，互迄个伫黑暗中的羊，嘛当听去牧者的声音，知影牧者的所在。伊嘛是有比讲，这拐头前有一个弯弯的所在，所以当羊仔落入去陷坑的时阵，这个牧者会当来勾起来，吼啊，所以。代表讲，你的腿、你的拐，拢咧安慰我。意思讲，当咱行伫人生的悲伤的山谷的下面的时阵，上帝毋干那甲咱三工行，伊也为咱带来保护甲安慰。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而且做事的人继续讲，伫我对着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互我的福杯满溢。这是对咱讲，当咱伫上界大迄个，咱感觉无法度战胜的对敌的面前，主耶稣基督有缘为咱准备丰盛的恩典，互咱，甚至互咱的福杯会当满出来。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真实上帝所应允的。当咱经历生命上界艰苦的时阵，反倒当是咱领受祝福。上界这时刻，因为悲伤对咱来讲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伊会当帮助咱锻炼咱的信心，互咱赢之永远的活命。咱来明白，上帝对咱生命的目标，毋是讲互咱一帆风顺，互咱做永远做妈宝，毋是安尼。上帝毋是安尼，上帝要起造咱生命的品格。所以，伊会透过咱生命所经历的来锻炼咱的生命。特别，伊锻炼的目标是，互咱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基督相款。咱看伫圣经中间，主耶稣基督敢有受苦？伊有受苦啊！伊敢捌经过孤单？伊嘛捌经过孤单嘛？伊敢有拄着试探？伊敢有感觉失志？这个拢有。耶稣基督嘛。捌互人无公平、误解、中伤、批评，这个拢有。但是咱看见着伫圣经中间，主耶稣基督伫困难中间，伫这试炼中间，伊用信心来仰望上帝。所以咱也学习伫咱人生中间，当咱拄着困难、艰苦、悲伤的时阵，咱也当用信心来仰望大牧者的引带甲带领。圣经中间对咱讲，每一个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拢会当赢过世界。互咱赢过世界，就是咱的信心啦。因为信心是一支真重要的锁匙，是拍开咱永远活命的锁匙。伫悲伤中间，会当锻炼咱的信心，互咱得到稳定，赢之永远的活命。所以圣经咱个书的作者嘛，对咱讲。遭受试炼来忍耐到底的人有福气，因为通过考验了，伊会领受上帝伊所听的人所应允迄个生命的冠冕。虽然当咱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咱了解上帝甲咱同行，伊为咱带来安慰甲保护。相时也透过咱经历这个，互咱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基督。这目的是要互咱得到迄个生命的冠冕。所以诗篇23篇最后有一个真重要的应允，伊讲我一生一世得靠有恩惠之爱对我，
我要住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就是永远我的证据。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拄着悲伤困苦的时阵，咱就愿意顺服大牧者的带领，咱就会行往迄个充满恩惠、主爱、上帝的家。咱人生中间拄着上介大的艰苦是啥物货？就是死亡嘛。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超越过死亡，互咱要收拾咱迄个超越过人生上介大的黑暗、死亡的溃烂，即款的溃烂，伫咱生命中间影响的时阵，咱经历什么款的困难，拢会当得胜。我伫查经班的时阵，有分享一个我过去认捌的一个老大人，一个长辈，伊的生命的见证，互我感觉真感动。伊是一对夫妇，即个男主角即个长辈伊是台湾人，伊的太太是伫日本伊去日本读册的时阵，去认捌两个人相疼，但是因为后来因为迄个战争的缘故所以不得不回来咱台湾，两个人煞分开。所以但是即个太太伊的爱情是真纯真所以伊就用尽所有的办法对日本来甲台湾甲伊的先生团圆两个人就结合相疼上帝互因足大的祝福，因的家庭真美满诚做伫教会中间真侪人所欣赏的一个真好的一对翁仔某我常常看因出双入对真恩爱。但总是随着年纪渐渐大，虽然伊拢足健康90几岁佫骑倒摆来教会小仔来教会真健康。但是总是咱知影有一天一定爱面对着分离嘛。有一天，即个太太一站身体较无好势丈夫咧照顾伊有一天伊感觉讲感觉太太情形较稳定淡薄，伊就讲你伫厝里休困，我去教会礼拜。无想到礼拜煞转去，看着伊的夫人就倒伫即个碰椅顶面安歇。伊迄个时阵足艰苦的，伊甚至甲伊的后生甲查某囝来教会咧甲我讲即个个别性的代志的时阵，伊就伊的查某囝讲，迄位就是拢恁老母坐啦，迄位拢恁老母坐。然后因囝甲因后生甲伊的查某囝咧，我讲即个个别性的代志的时阵我就看一个老大人坐伫因太太坐迄位一直伫流目屎，一直伫流目屎，迄伤心是无法度控制后来伊老讲牧师，我实在是足艰苦。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爸母过身是心头酸啦，但是死某死囝是正心肠。迄个艰苦是超越过，因为咱爸母若年长过身，咱个会当接受但是家己亲爱的牵手离开伊，迄对伊来讲是足大的伤心但是咱知上帝有安慰的气力，经过个别熟了后，伊也领受真侪人的安慰、了解，特别是伊的信心真好，所以伊知影有一天伫天顶会当甲伊心爱的人斗阵做伙。所以我发觉讲了后，伊迄个生命是充满喜乐的而且对伫死亡伊真坦然接受。伊个像咧听候迄个时刻啦所以经过几冬了伊面临迄个时刻的时候，我看伊一点无惊吓。特别伊是要过往迄一天因后生咧见证讲，伊就是倒伫眠床顶面目睭金金看迄个时钟看迄个时钟然后讲最后一句话对因囝讲最后一句话是讲开香槟啦开香槟啦开香槟讲了就安歇去因囝就讲阮老爸最后交代一句讲叫做开香槟啥物意思啦所以我伫伊的个别小时，我用的题目叫做干杯为生命喝彩因为伊知影讲伊迄个时刻是一个荣耀凯旋的时刻，主要所要来接伊，等于甲伊心爱的人团圆。
所以面对这个咱认为人生上介大的痛苦、悲伤的这件死亡这件代志，伊是遐尼坦然，遐尼会当接受，而且是欢喜来迎接。亲爱的姊妹，牧师用这个来甲大家分享，咱人生会经历真侪痛苦啦，但总是无一项痛苦比死亡会分开，对咱来讲更较大的痛苦。但总是上帝所想事的愿望超过死亡的权势，互咱每一个人透过信心这支锁匙，会当赢至永远活的愿望。愿上帝将这款的信心放伫咱的心中，当咱悲伤失志的时阵，咱就将信心摕出来，来面对，来看赢。愿上帝亲自赐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阮搁一遍得到激励，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让将信心这粒锁匙放伫阮的手中，互阮会当超越过阮人生所有的苦痛，来看见主所想事阮的愿望。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